然是只有爸爸知道，所以你不要告。就是同人也可以进。两个一起喊听好哦，妈妈，你一起喊哦，一定要告诉他一起喊哦，没有喊的话就不算数哦。彰化基督教医院，尤其是儿童医院，是全力推广母乳的。那大家都知道母乳有很多的好处嘛，因为小朋友吃了以后会比较健康，比较不会过敏，而且它比较不会造成胃肠炎而且抵抗力也会比较好，而且它也可以增加母亲跟小孩子的亲子关系。我那时候记得，因为我也是来参与像这样子的亲子活动，然后就是听到了一个妈妈，她分享说，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每一个孩子一辈子只有一次喝母乳的机会，然后对每一个母亲来说，她对每一个孩子也都只有一次喂母奶的机会。有数就会嘟出来，你拢无数，歹势就倒就无去哦吼。好来，就简单来，请去。来看一下，不要倒哦。baby 的身体要成一直线，好，就是你抱他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是摇篮式，好，摇篮式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摇篮式，好，一直线就是他的身体是一直线，你不要等一下摆好的时候是长这样，安尼也阿妈不能生，会专业哦，好，要一直线。篮球有没有看过？好，美式足球是安尼叫的。美式足球对。安尼个叫做橄榄式 ，OK 吗？一样，身体成一直线，脸向乳房，屁股有支托，肚子贴肚子，这样可以吗？这几年，包括我们政府一直也在推动，医院也一直在推动。那社会的氛围让家长知道说，母乳真的是很多的好处，所以慢慢的，现在目前的哺育率慢慢有往上提，可是还是没有像之前我们那个年代，我可能我是几年出生的，那时候几乎清一色应该都是喂母奶，很少会喂牛奶的。那现在有点70年代那时候有点倒过来，是清一色都在喂牛奶，很少在喂母奶。现在慢慢的几乎快一半了。那我们希望就是母乳哺育率可以再往上提。好，那这个就要靠我们的先生还有我们的家人一起支持我们妈妈持续哺育下去。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现在的国际母乳中，活动呢，我们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的新手爸爸，他会为了看女王太太做哺乳式的有橄榄式还有摇篮式的哺喂的方式，没有七上八下，也没有手忙脚乱的，赶快跟他的亲爱的老婆做母乳哺喂的姿势，最佳百倍姿势。好，这是母乳哺喂，我这是母乳哺喂，这是母乳哺喂，我支持母乳哺喂。好，很棒，一起。摇篮式非常好，妈妈舒服吗？舒服的，还蛮放松的好，所以是不是真的像女王一样？是不是？第一胎已经快4岁了，那我第一胎喂了1年的母乳，那就是上班的时候也是要拨时间去喂就是把母乳挤出来这样子。各位爸爸要多帮妈妈加油，喂母乳前几是蛮辛苦的。1、2、3，亲一下，5、4、3、2、1，有看到吗？有。那就是我支持母乳哺喂。